亚洲本土天团5566日前风光在小巨蛋举行演唱会，过去的幕后推手孙德荣上月27日却举办生前告别式，会场摆上2年前就拍好的遗照。孙德荣上台以第三人称方式，毫不忌讳地说道：“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孙德荣的告别式。”苹果日报报道，创立乔杰利家族、捧红无数偶像团体的金牌经纪人孙德荣于上月27日举办生前告别式，现场挤满了近500多人围观。他开心分享自己入行的心路历程。其中5566的成员景望人甫在外景节目结束后赶往现场，是56里唯一出现的子弟兵，让孙德荣感动，说到56里只剩你在乎我。而曾为配1亿元的 Gino 也现身力挺。据了解，孙德荣2013年发现罹患膀胱癌3期，隔年动手术法包括膀胱、射护腺、输精管、储精囊、下体的淋巴结全部拿掉，并用50公分的大肠制成人工膀胱保命。他表示，现在只能容纳200cc 的尿液，每1小时20分就要排尿一次，下体也只剩排尿功能，吃威尔刚也不会硬。没结婚也没后代的孙德荣，虽有上亿遗产，但他还不愿结算，只有开刀前把100万现金领出来当作医院开销。他强调，爸爸和大哥都是癌症病逝，且都没活过59岁。今年58岁的他，在5年前得知罹癌时，那天哭1个晚上，但隔天就振作起来。他不听信任何偏方和神机，唯听从医疗团队的指示，但愿能打破59岁的魔咒。